主席午安，各位午安。我嘅口頭質詢嘅主題係配合橫琴深合區對外貿易法及相關行政法規進行更新與現代化。於2003年制定嘅對外貿易法已施行逾20年，參考咗世界貿易組織嘅相關協定以及鄰近地區與國家嘅法律制度，以商業自由、自由貿易及自由港為基礎。然而，面對口岸數量與跨境人流物流嘅增長、人工智能嘅衝擊以及區域與國際競爭力等重大挑戰，有必要對該法律進行更新與調整。隨住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嘅實施，對有關法律制度進行更新，已成為當務之急。特別係喺對外貿易活動方面，例如物流活動，目前並未納入現行法律框架之中。此外，亦應對轉運、進口及出口行政程序進行簡化同去官僚化。現時呢啲嘅程序應該因雞毛蒜皮之事而導致海關提起行政違法程序，成本高昂且耗時漫長。因此，應透過深入檢討以加快處理。修法嘅迫切性亦在於以下需要：一、簡化行政程序，降低當局與經濟活動經紀人所面臨嘅官僚程序與相關成本；而釐清各項法律條文，並對其進行現代化，消除歧義，提升法律確定性。特別係喺走私行為嘅界定方面。三、與橫琴深合區現行嘅特殊制度相協調，尤其係針對罐頭、海味等產品嘅衛生檢疫制度嘅互認，落實貨物便利流通原則及二線管理機制。儘管近年喺行政層面已經有若干進展，但係對外貿易法當年仲未進行修訂，導致該類嘅對外貿易活動存在不確定性，以同深合區已進行嘅高效便利措施形成鮮明對比，嚴重影響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西語系國家之間貿易平台嘅競爭力。另一方面，澳門與橫琴深合區嘅一體化已成為澳門特區發展嘅戰略重點，直接影響數以千計每日需往返兩地工作、就學同埋生活嘅居民嘅生活質素。喺呢個背景之下，食品運輸顯得尤為重要。許多居住喺橫琴嘅澳門居民，佢嘅日常飲食依賴從澳門採購食材，或者從內地購買新鮮食品。然而，適用於兩地之間食品流通嘅衛生檢疫程序，儘管出於食品考量，屬於可以理解，但係對居民造成極大不便。一、政府係咪已着手準備或本立法年度內啟動對現行嘅對外貿易法同埋相關行政法規嘅修訂工作，包括簡化檢控程序、釐清多項已不合時宜嘅條文、刪除不必要嘅要求，以解決因雞毛蒜皮之事而提起成本高昂且耗時漫長嘅行政違法程序嘅問題，並全面檢視所有程序，以識別並消除冇實質作用嘅繁文縟節，例如必須蓋章或紙本認證等。第二，政府係咪會否對各項法律條文進行釐清同埋現代化，以消除歧義，提升法律確定性？特別係喺走私行為嘅界定方面。第三，目前針對無需事先申請准照且非供個人自用或消費嘅價值超過5000蚊澳門元嘅貨物，必須進行申報。考慮到有關門檻過低，對小規模貿易活動帶嚟行政負擔，政府會唔會將呢一個門檻調整更切合實際嘅數額，以簡化小額貨物嘅進口程序，減輕中小企嘅行政負擔？同時，會唔會對表 B 需取得進口准照嘅貨物進行全面修訂，就以無需管制嘅商品取消需取得進口准照嘅要求，並透過電子化與無紙化簡化其餘貨物嘅申請流程？多謝。